先來看中華的警方在鹿港要抓一個賣毒的藥頭，結果對方煞去弄這前方車，而且佮想要逃走，落尾加在這成功甲壓制，也佇個車頂有超着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。也那另外一件這詐騙的事件呢，最近嘛有這外籍人士是去做車手，目前這警方有成功來拿下5億外的現金。警察車甲嫌犯的車圍起來，嫌犯哥北區想要逃走，最後警察用優勢警力壓制嫌犯。落車，警察，落車，落車！中華刑事警察隊偵辦賣毒品的案件，查出一位姓陳的嫌犯涉嫌在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甲1級毒品依托米酯。進前警察佇鹿港執行查緝行動，抓到這位姓陳的藥頭甲共車的2位嫌犯，現場查考安非他命甲製作依托米酯分段原料。本案查緝的證物部分有安非他命近500公克，還有依托米酯等相關器具。全案依毒品及妨礙公務跟公危險，已請彰化地檢署申辦。除了毒品案件，中華警察也連續抓到2件外籍人士擔任車手的詐騙案件，其中一位馬來西亞籍的查甫假作是檢警，甲被害人約見面提現金，警察提早布線排好當場抓人。中華縣警察局表示，除了投資詐騙，最近因為戰鬥干路這項佚佗物啊真實行，也出現相關的詐騙手路。以時下最夯的戰鬥陀螺為誘餌，詐騙集團會在群組裡面或是在社群平台刊登這個廣告，那以低價特惠的方式來吸引買氣。那我們彰化縣那迄今已經受理了25件，財損是184萬元。中華縣警察局表示，今年到目前為止，透過和銀行等單位的合作，成功阻擋民眾匯款予詐騙集團的金額，攏總有2億200多萬，嘛成功斬斷詐騙集團將近5億外金流。警方嘛呼籲民眾，若接到可疑的電話信息，攏愛提懸警覺，若有疑問會當卡105還詐騙專線查證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